身躯可怕呀，爱拼才会呀。当今的社会，会当有问题，时代在变过，这是难免的。世间人这多，人做的着多。 三世人讲我社会，人生在世，脚踏实地，只要咱认真啊做，打仗袂知嘛是无关系。凡事想好开，谢谢，烦恼放放飞，强讲拍拼拼工作。 社会，家家若有问题，心内在体会，这是难免的。世间人这多，人做的着多，三世人讲我社会，人生在世，脚踏实地，只要咱认真啊做，打仗袂知嘛是无关系。 凡事想好开，烦恼放空飞，强讲拍拼行工作，今年会好过，今年会好过，因为有你来作伙，一定会好过。人生在世，脚踏实地，只要咱认真啊做。 打仗袂知嘛是无关系，凡事想好开，烦恼放空飞，强讲拍拼行工作，今年会好过，今年会好过，因为有你来作伙，一定会好过。 祝大家今年顺顺时时发大财。